再来关心这台南市10月级的强阵风呢，是予台南市超过20万户停电，到今也有2万外户这电视也未来。咱的总统热清着下晡时去到沿海的七股甲将军等地区来勘灾。另外，伫个台南麻豆的地王府，明仔载是王爷的圣诞，所以即马规个庙这工课煞因为风台去甲沉着。也那伫个咸水的番雅里，这实际停电的户数呢是甲官方无相共，互在地拢真怨叹。 规间庙暗暝某拍开庙门，叫一寡光通看到众神佛。这是台南麻豆海埔地王府，旧历6月18地王爷生，这回风台甲沿海地区吞大甲真严重。即阵到今第6天，电也未开复，含水嘛停，实在足艰苦。天书号庙方人员头壳冒咧烧，规个庙宇嘛沉着。透早犹原有信众甲神尊请倒来遮要祝寿。啊，办这平安福愿啦！啊，即摆目前无水无电，啊，佮足济个工课拢也无多人进行啦。 建设已经人客订落去啊，嘛无多人摕，嘛无多人联络，因为这也无网络通讯网络全部都没有。我们这里好像是那个孤岛一样，就困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是在学甲跟麻豆的中间，麻豆不管，学甲也不管。我甚至怀疑我们是不是次等又次等的公民。已经将近要1礼拜，台南沿海地区超过10区以上停班停课，在地居民怨叹当时才通恢复正常生活。目前台南阁有2万外户电也未来，其中对台电系统来看，咸水区的番雅里阁有12户咧抢修，不离个实际到现场看，民众煞讲规庄头100外户拢无电。即阵才乡亲敢若挖靠民间厂商提供的充电设备来过日。这拢做嘛有差了200-300户的啦，超过200-300户就对啦。嘿，拢即摆阁无电了。拢无电，规个番雅里真拢无电。系啊，要也送讲，我咧讲的啊，即届政府啦，拢袂派官学来人关心讲啊，阮有人食无？有物资未来，还是讲？拢无物件来啊？系啊，真正拢无啊。市府讲，即阵已经全力咧抢修当中，另外灾后补助申请已经开放啊。受灾户伫8月15之前，通向在地区公所提出申请。为了加速流程，台南市市长已经甲各区公所讲，补助原则就是紧佮简单。公务单位经完成审查，甲补助金送去户灾民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